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余 Sir。咁今日就解決埋咧另外嗰兩條嘅問題，一啲股票班會員嘅問題啦。咁第一條問題咧就關於我有時會幻想，如果一隻股票好有信心，係咪應該 all in 嗰隻股票長放？因為咧，如果上年可能我30蚊到40蚊買，今年已經升到85蚊，咁其實我已經賺咗3倍5倍，已經發咗達啦。但係如果我分散投資咧，可能有啲係唔升嘅，有啲可能係跌嘅，甚至乎，但我買中呢一隻，我就可以 all in 咧，最後就升咗上去30倍、3倍、4倍、10倍咁樣啦。如果觀察有長期價值嘅股票，係咪應該 all in？關於 all in 呢一樣嘢咧，其實唔同嘅人嘅風險管理會唔同，亦都因應翻實際嘅財務狀況咧而有所分別嘅嚇。咁好多股票，如果你睇到佢1年、2年係可以升到10倍咧，嗰啲通常咧係啲周期性嘅股票嚟嘅。咁周期性嘅股票咧會受住嗰個經濟環境啦、佢產品嘅周期、個庫存啦、客戶需求等等咧而有好大嘅改變嘅。咁最好你自己個人咧就唔好 all in 一啲周期性嘅股票啦嚇。咁因為咧佢個風險係好大好大。我轉頭會舉個例子啦。咁如果你想短期係買呢啲周期性股票或者係市值相對好細嘅股票咧，而博到升5倍、10倍咧，咁你呢啲心態咧，其實即使俾你贏一次都好啦，你之後嘅投資有機會輸翻晒出去。原因就係你心態係好急，你係好冇耐性，你係想短期透過股票市場去致富，而股市嘅運作唔係咁樣嘅一回事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係行一個咁嘅心態咧，你好容易會將所有嘅本金咧或者之前賺嘅錢咧，全部虧損嘔突翻晒出嚟嘅嚇。咁我舉個例子咧，周期性嘅股份就係而家大家見得到嘅，關於 DRAM 同埋咧就NADH Flash 呢啲記憶體啊，呢啲記憶體個周期性。我想講，如果你係買緊 Samsung、SK 海力士同埋美光嘅話，你要知道咧，佢哋嘅周期性係極高嘅。點解而家股價升咁多咧？係因為佢哋受惠 AI 個算力需求，直接係驅動佢哋嘅盈利係增加5倍，甚至乎10倍。但係佢長時間喺個 AI 嘅算力需求已經去到飽和嘅時候，會唔會將來都有呢一種嘅增長咧？咁大家都知道答案係唔會嘅。咁你就喺個週期裏邊，你點知佢係幾時係一個頂，幾時係一個底咧？大家都係無法去預知㗎。咁關於咧就最後一條問題咧，就會問翻咧，就係關於余 Sir，你做多2倍，即係叫做 long 2倍嘅股票，好似好吸引喎。雖然佢係有時間嘅選項證，咁但係個買入嘅價錢會比政府平，點解我唔推薦咧？呢個問題好簡單，你去做多 long 或者 short 2倍以上嘅股票咧，通常嗰啲咧係投行出嚟嘅衍生工具嘅產品，咁佢都會喺嗰個產品說明書裏邊有介紹到，如果詳情去睇。你如果加一啲 call put option 落一隻股票嗰度咧，佢就會有一個時間值嘅損耗。啱啱所講啦，如果你去短期揣測隻股票升定跌咧，其實係比較難啲去做到。如果你好有經驗嘅嚇，你睇慣圖表，知道間企業嘅基本面嘅，咁跌到啲位你好有信心去反彈嘅，跟住 RSI、MACD Fibonacci retracement 等等啦，咁你只會係買正股，因為好多時候咧你會睇錯。如果你睇錯落嚟咧，你就譬如好似微軟，譬如好似 Meta 呢啲好嘅股票，佢股價係長時間地去拗住一個中低位嗰度咧，但係之後爆翻上去。而呢個中低位嗰段時間可能係消磨你3到6個月，而你係買咗呢一啲2倍、3倍嘅一啲產品咧，佢就喺個時間值上面嘅 call put option 咧，已經消耗咗你好多睇重視，即係之後佢爆上去嗰下，你已經好多嘅回報率其實俾翻晒呢一啲嘅叫做公司啦、證券公司啦。咁所以我覺得咧，呢啲其實同你去賭場賭大細咧係冇乜分別嘅，係 gamble 係冇乜分別嘅，所以我係唔會推薦呢一啲產品。你既然已經睇好佢，覺得呢間公司有叫做投資價值，點解唔直接地投資政府去買呢間公司咧？呢個係一個問題嚇。多謝大家。